人权观察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促进棉花可持续种植和负责收割的独立组织更好的棉花倡议 BCI 上周宣布将停止在东突厥散开展的所有活动，因为该地区数百万突厥穆斯林遭受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迫劳动的重大风险。BCI 得出结论，东突厥散是一个越来越难以维持的经营环境，这类似于其他独立审计公司和主要品牌最近做出的决定。声明指出，9月，服装业巨头 H&M 出于对强迫劳动和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歧视的担忧，切断了与东突厥散一家间接供应商的联系。几天后，评估其东突厥散供应链完整性的5家公司表示，他们将不在该地区提供该服务。人权观察在声明中称，公司应根据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检查其供应链中是否存在侵犯人权行为，并采取措施防止或解决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但这对于在东突厥散开展业务的公司而言变得越来越困难。那里的中国当局以封锁独立调查员而臭名昭著。中国在东突厥散实施的政策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批评，中国仍在极力反击这些批评。对维吾尔族进行打压，甚至推行种族灭绝，已经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外交斗争中的首要问题。瑞士资讯23日头条发表题为《维吾尔族人境遇再次在联合国触发中西方冲突》的文章。该文章中说，记者希尔维拉塞尔今年5月出版了《维吾尔人地区之行》一书。此后，他收集到的最后证词提到，维吾尔族人自己说现在为11万。他告诉瑞士资讯，我的一个消息人士说，维吾尔族人已经快被灭族了。根据某些证词，在东突厥散各个城市的街道上几乎已经看不到维吾尔族人，能遇到的只有与汉族丈夫结伴出行的维吾尔族女子。欧洲议会议员兼欧洲立党主席莱因哈德于10月23日向欧洲议会主席和副主席致联署信，敦促就维吾尔问题采取严厉措施。公开信在莱因哈德先生的网站上发布，由欧洲议会的100名成员签署。议员们在信中称，近几个月来，一些研究报告了使用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来造福欧洲的主要公司。实际上，许多直接供应欧盟品牌的中国工厂都在利用维吾尔族，并从他们的强迫劳动中受益。面对这种情况，欧洲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维吾尔人的生命和基本权利。欧盟应利用其贸易和市场力量来捍卫我们条约中丰富的创始原则，并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正如美国最近通过美国众议院几乎一致通过的进口禁令所做的那样，欧洲迫切需要建立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公司黑名单。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上周美国宣布将6家中国媒体增加列管为外国使团。作为回应，中方对美国广播公司等6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他表示，中方要求美国广播公司、洛杉矶时报、明尼苏达公共电台、美国国家事务出版公司、新闻周刊、美国专题新闻社等6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自即日起与7日内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赵立坚称，需要强调的是，中方上述措施完全是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迫进行的必要对等反制，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表示，国务院将6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过去1周46%的新增病例，1/3的死亡病例来自欧洲。毫无疑问，世卫组织欧洲区域成为武汉病毒疫情的震中。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过去一周是武汉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一周。北半球很多国家病例和入院病人迅速增加，令人忧虑。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一些地区重症监护床位居于饱和。